龙小弟，我知道你生我气了，你可以生我气，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？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诗书姑娘，注意你的仪态，在皇上面前失仪是大罪。我的2条腿都在弹棉花了，我根本站不动了。站不动就跪着，你怎么能这样不成样子的坐在地上呢？快起来，快呀！李德福，奴才在。去看一眼朕的药煎好了没有？这。咱俩好有缘啊，不愧是结拜的兄弟。你看，你也在吃药，我也在吃药。我受风寒了，我刚来之前，我哥哥给我准备了1大碗药，我刚喝了呢。龙小弟，我知道你生我气了，你可以生我气，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？好吧，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，觉得我在这里碍你眼，那我走就是了。我走啦。你要过来你就舒服，我再催动内力，逼他冷汗出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大补丸的毒性发作了？但愿一切顺利吧。如果能早点查出内奸是谁，我们也能早点撤出紫禁城了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大师兄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你昨天亲眼看到我被送去侍寝，倾城，你为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。这份高义，朱慈轩刻骨铭心，永不敢忘。本来我也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，可没想到，其实到现在，我还是个清白之身。来，下面还要喝了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
你不生我气了，龙小弟？我听李公公说，你昨天又要到四今天啊？你身体本来就生病了，这么熬下去哪能吃得消啊？你不是那么讨厌朕，又排斥朕，还假惺惺的来关心朕干嘛？你笑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龙小弟很可爱，在大臣面前威风凛凛的样子，原来也有像孩子一样赌气的时候。不过你跟我赌气啊，那你就输定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爹、我师傅、我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跟我赌气，没一个人能赢，都被我气得半死。所以，你还是别跟我赌气了。是啊，你这赌气的能耐是很厉害。一想到那天被你推入荷花池，朕就气得胸口疼。好了好了，龙小弟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揉揉，好点了吗？揉揉。干嘛突然对我这么温柔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你要打什么主意？我就说过，皇上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人，跟你保持距离吧。你说我对你冷淡，我对你好吧？你说我别有用心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说来说去还是朕的错呀！别，不是您的错，皇上是天底下最聪明、最正义的，什么都是你对，是我不对，错就错在，我一心把你当成兄弟，而且为你出生入死，为你挡刀子，但我却没有办法装成痴情淑女，去骗取你的宠爱。朕已经明白。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罢了。君子戒之在德，朕不应该太贪心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朕不会再勉强你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康熙没有碰你？难道他对你起了疑心？不是，他没有怀疑我，是因为鳌拜和吴三桂都曾选送过不少秀女入宫。意图迷惑康熙，康熙早有察觉，他担心自己沉溺于男女欢爱中，消磨志气，所以虽然他时常宣后宫嫔妃侍寝，但大都只是做做样子，实际上他全部的心思都在政事上，对男女之事并不上心。没想到康熙不仅有勇有谋，城府深沉，居然还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意志。以前，他一心想要扳倒鳌拜，真正掌握朝政大权。可如今，鳌拜已经下狱，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善后，他根本无心接近女色，所以，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我。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对我们光复大明来说，不是好事，但对于你来说，却是一件好事。现如今，我已经不需要再牺牲自己的清白向康熙邀宠，就算他非要我侍寝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无法亲近我，是因为我早就心有所属了。我会一直爱护好自己，不会轻易让人踩着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先走了，万事小心。李公公，来，给我吧。我来侍奉皇上吃药。苦死了！哇，龙小弟，你太勇敢了！快，趁热把这药喝了。哎，慢着，是淑姑娘，咱们奴才给皇上试药，要把那个药啊倒到另外一个碗里。你这皇上的龙碗都沾上了你的口水，你让皇上怎么喝呀？对不起啊，要不然你再重新煎一碗。
不必那么麻烦了。啊！拿去吧。啊！龙小弟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忘了，所以没守规矩。没事儿，这又不是没吃过你的口水。你忘了，在摘星楼的时候，咱们俩偷吃御膳，那个时候你还带了山葡萄酒。爽。怎么样？哎啊，是好酒。哦，那个呀，龙小弟还记得那天的事儿啊？当然了，朕会永远记得。朕相信，你也都记得。嗯，你这娇羞的样子倒还挺可爱的。对了，那个山葡萄酒呢？还有吗？朕一直惦记着那个味儿呢。有，我还留了一点呢。等过段日子你把鳌拜的案子结了，我拿出来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。鳌拜，朕正在为此事纠结呢。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呀？鳌拜这个人圈地擅权，还给皇上下毒，哪一条不是死罪啊？我看呀，直接把他的罪行公布于众，直接给他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当是切西瓜呀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说别的，就为了你的大补丸之毒解药还在鳌拜手上，朕就不能砍了他的脑袋。是啊，虽然我哥哥一直在研究怎么把大补丸的解药研制出来，一直都不行。而且每当我大补丸这个毒性一发作，就会痛不欲生。龙小弟，你有什么办法能逼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吗？要让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答应他的条件。答应他的条件？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阶下囚，有什么资格跟皇上谈条件啊？傻丫头，这鳌拜可是3朝元老，还救过太宗皇帝的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掌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网，那可都是朝廷最重要的耳目。这些耳目都是鳌拜的心腹，受鳌拜的直接掌握。这样杀了鳌拜容易，但是朕就会失去朝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，变成瞎子聋子。那些在暗中反对朝廷的个人和组织，朕也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。所以这就是他威胁你的原因？他要朕赦免他过往所有的罪，朕可以免了他的职务，但是必须由他继续掌握这条情报网，他才会效忠于朕，并且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可是你觉得他真的会效忠于你吗？朕才不会相信他呢。朕被他欺压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整顿一下朝纲，若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他，还受他挟制，朕的心里为实不甘心。哎呀，龙小弟，虽然这些国家大事呢，我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是天子，是全天下最大的大丈夫，所以为了江山社稷，偶尔委屈一下也没有什么。再说了，鳌拜最近肯定会跟他手下的那些人联系，你呢可以派人去盯紧一点，等到时候把情报网全都掌握以后，也不迟啊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朕是天子，是天底下最大的大丈夫。为了江山社稷，也为了朕的老大叶欢，朕就答应鳌拜的条件。龙小弟，老大永远支持你。